无做不幸。你这段时间，你是走倒仔去嘞？像你甲我讲，你是去倒位嘞？大明子、道长、李大家，我是丁翠玉。我今仔日特地来遮，是要来作证，夏江良并无害死我，伊是冤枉的。就你为什么要探我夏江良？虽然你无会害死，也毋过你甲兄弟互伊带走，是我亲目睭看到啊。迄是一场的误会。为着我丁翠玉一个人，劳烦各位赶到挂床山，也互马公主你添真侪麻烦。翠玉，也互你受这么大的冤枉。翠玉，这个过失由我翠玉一个人来承担。唔通阁怪任何一个人。丁姑娘，你既然无死，乡里为什么要来做证？讲伊亲目睭，看见你死在着夏江良的手中呢。什么？哼！你唔免想要走，留倒来甲丁姑娘对证一下。姑娘，原来你伫咧遮。你姑娘，你赶紧跟我倒来去练身课，然后见大明主，伊有话要甲你问。我用咧讲的话，已经都全部讲完了，所以我认为无必要搁再见伊的面啊。敢讲连夏大哥的面，你也无想要见？你叫小良是大哥，那安尼？莫非你是玉姑娘？你哪会捌无？我早就捌听人讲过你的名，嘛知影讲你是一个乔装打扮无灰心，上苍有可怜我，才会当互我单独踮在遮，来甲你见面，透露着我的心事。几句话，拜托你甲我转告小良好，
话心肝来真爱伊，你来为想要亲嘴甲伊讲？顶讲。水有的掌声有甲人相喜，今生无颜面对。我捌听阮大哥来提起，你天后已经来定家己。处事甲天后无关联，我有甲别人订姻缘，你对小娘情不切，愿恁早早结良缘。明知大哥对你情似海哟，为何如此来做安排？无问原因，请你谅解。小娘有你，我就宽心怀。有你对伊多关爱，劝伊将我早忘怀。荣华富贵如云彩，新鲜的夫妻才是路爱。丁姑娘，我求你答应我，你答应我，你真心去爱小亮，抗你唔好上惊去。这是为什么？因为翠儿，你的话讲伤济咯。是啊。因为廖姑娘，我这项物件，这是小亮自细汉送我拜托你甲我交予小亮，我已经要嫁人，你这个物件甲我摕互伊。原来是一个裂孔嘛，顶。奇怪，这个真奇怪。丁翠友是一个无武功的弱女子，在座的朋友拢总是武林顶尖的人物，竟然会找袂到。明兄弟，伊在滨岛的炊职，这一定的是有人来接应去。江大雄因两位都还未倒转来，我看也是着听互因两位倒转来才做决定。哎，注意，你是找有无？找有无？什么？连李伟也找无？找无啊！你有看小亮无？无看咧。哟，你有看小亮无？啊？无看。我一定小亮会找到丁翠友。小亮，你有看到丁光玲无？哎哟，安尼找无啊，多面有面角，啊，毋是干那你家己一个咧找无安尼嘛？啊，当正吼，
达先拢是大英雄啦，啥物咧大前辈，因嘛是共款拢总出。你较中虑咯。道长，你伫咧猜测的无毋对，定翠府一定是有人来接应。不过，到底是什么人来接应伊？莫来多迄个这些黑啦！看伊伫丁翠玉佮出现啊，就是表示讲伊无死。这样证明讲我到底是冤枉的啊！对，小龙伊是无辜的啊！各位朋友，请问恁的高见如何？大明子，阮大家来这个所在，就是为着依附武林正义，无用于武林中有杀害玉女子的这败类。既然丁翠玉甲有死，夏江良当然是无辜的啊！对，夏江良是无辜的。明先过公信应结，所以大家也要从此告辞。卖这样，各位朋友，这次承蒙你远道而来，本座甲道长李大侠有意要款待诸位，在灵仙阁暂住几天，游山玩水，不知各位的意见如何？多谢大明主。民主办代志，未免太过无公平，分明是咧暗害夏江良。就算讲伊乡里是咧诬赖，也毋过我讲的句句拢是实情。夏江良掠走翠玉，伊为什么毋过追问？还佫有甲我刺伤的代志，敢讲就安尼就准煞其手？我唔甘愿，我唔甘愿。明珠大酒，烈摇铃，办事做不公平。那凭良心嘛，那凭情，江良不该所无的罪下名，劝你切莫啊！罗文兄，心平气和，想分明。乡里独恋无踪影，款待将你为何情？明珠暗中啊，被安排，你渐渐等待啊，宽心怀。你的性地啊，若会改，必是好记的英才。今日将人无有人甲顶我面头前指出我的特点，甲劝我改过，看起来你是我的知心知己。马公主，拄则明主吩咐我，为着乡里的代志，叫你沿南三更去见伊，千万唔通惊动其他的武林朋友。
带走定翠夫到底是什么人？伊既然来到挂冲山，为我要来洗清冤枉，为什么这么才赶紧就走？为什么唔肯跟我单独见面？伊敢会是有什么人甲伊劫走吗？啥人？提刀倒来骗我，拄只迄就是水友，水友，水友。大哥，大哥，你讲水友伫倒位？拄只水友才送这个礼物来，一定是伫迄附近。毋是啦，这个礼盒壳是我拄则放的。是安尼啦，都丁姑娘叫我摕转来害你。我想讲，毋知要安怎甲你讲，我毋只会偷偷放伫遐。庆玲，你伫迄倒看到伊，伊是家己一个，还是有搁别人呢？伊肯甲你讲遐尼真侪话，为什么咱毋来见我呢？伊，大哥，你一困甲我问遐济，我是要对倒一句去应你啦。要无你坐咧慢慢来讲啊。昨昨下晡，我是伫遐后山迄个破庙找着。破庙，破庙我也有去，为什么咱无看到伊呢？因为伊伫要嫁人啊，伊才会无方便甲你见面。嫁马天河，毋是马天乐，是另外一个人，就是昨昏送来挂冲山迄个人。迄人生出什么款？你紧讲。大哥。当初，伊根本就毋是失踪，伊是变心。这一摆，听到我受冤枉，受到大明子将军夹来第一甲我反抗，伊不得不，才就出面来咧洗清就我的冤枉。怪不得，伊将迄几句话讲了后就走，也毋肯跟我见面，甚至就我细汉的时阵送予伊的礼物，也摕倒转来还。大哥，毋肯跟我见面，伊是惊伊讲，我大哥我宁绝义众。下工了，
你实在太可笑，你实在真好笑。为什么你一直都是在担心伊的安晓，一直在担心伊受到歹人甲伊劫走？夏江良，你实在太戆，你